屏东东港的安泰病院去年10月受风台火烧，造成9个人死亡。事后是去人发现讲，真济拢是违建。病院的营务院长苏清泉甲伊做总务长的阿兄苏维祥，当时去互检方叫来问过，照过失致死罪定罪嫌是以500万甲300万来交付。6号早时，国民党屏东县东部新村团派立委苏清泉早到现场，成为安泰病院永远院长的伊5号和屏东地检署以被告的身份传讯。现在还在侦办当中，所以我不方便透露细节。但是我跟大家报告，苏清泉跟医疗团队是救人，照顾病人是我们一生的职业。屏东地检署表示，苏清泉还有总务长涉犯刑法过失致死罪，还有建筑法有将营业使用事实的建物违反建筑物合法使用结构设备安全规定，使人死亡。2个人犯罪嫌疑重大，苏清泉以500万交保。上午受访的时阵，伊讲话真保留，不过团败时阵致辞，伊嘛讲到心内的无奈，希望支持者相信伊的清白。既然会被累被告，这很厉害啊！但是我们还是坚持医疗的使命五味杂陈不过我还是会勇敢的面对东港安泰病院造成严重死伤，检方向过失致死、伪造文书等罪来侦办。进前已经有水工技师员工、安检机构检察人员2个人列被告，这届佫甲苏清泉甲伊哥哥列做被告。检方表示会持续调查，查明事实，还有责任归属。公司新闻王刘婷丹、hen坤屏东报道。